免背负自唐出击，历届议会人命何悲，以守为止，双方连过输招，无分上下。面上提功夫每败。不过也该万爱表现咯，何必改变战略，施展强攻，信仰漂浮游弋，亲创鬼迷日版，免背负旧习连环落空。到了，你比先生厉害，才下佩服。两个拢是好功夫，蒋先生就你这样一个手相处，在台湾推广腐朽歌市场指日可待。多谢彼得先生称赞，我会好好打拼，认真推广腐朽歌市道。我太贪钱，嫌嘛太贪钱呐！哈哈哈哈哈哈哈！阿龙长安，希不该事情现娘当娘婿。聪明咯，我知现新阿先术，不过爱求成二的丧命体质较紧啊。若个阿干甲害切闹落去，我惊爱求成二不无命。安现就不该骗法，如果聪明咯相信我的事。当爱开甲害切光头牵，按阿先术甲你同样去交代。我要亲日界遮口，甲阿先术不开。啊，好，我去招迄个艺术片，我要派天父甲迄坑车开，都是要10000两银票献上的害切。如果无求爱后上成绩进来。我天出无平庸hin，嘿，聪明咯！你看些我上头天显人大家的意见，是吧？小文，现在讲爱后上成绩之不为分。有事七讲无要紧，迄害切真无讲理，会人挑眉拢是受害者，乃认为错案，曾日也受错伤害，大家内心总系要留下遗憾。
受阮认为爱接受贵人的条件嘛？两个也真心啊。安啊，如果阿先师无意见，我想请阿先师搁招一抓。彩下出现义不容死，开切替我送来一张被，共生千9万的提点，脱改的海客海fin。好，彩下即刻出发。那俺去冒犯阿先师。天父，奴者定日下献配古者，缺一介蔬菜。奴者毋询问上道献地毛，嘿，奴者。阿龙称案，1万两银票得现10开，一天我求爱宝贝后生称义平安前来，现较紧出发。嘿，聪明咯！感谢上帝救爱超霸，好家在老夫王成安调平安出来。上帝，因的裸体突然叫入交代，今日老夫的人那么提1万两银票，6万6千2，去学甲气脉。我想刘进文一天不派人生前来呀，因为这刘成义迄几个后生还阁淡定啊，所以一天不提前6万元啊。不过因我自己刘面先的功夫确实厉害呀，我慢心力过数顿。上头甲解关卖，有消息，当朝老夫的人不生前落码头，日日现准披困码头，提书金，迄个强光高潮，明日刘明先就烧现嘛烧没错，不是把戏，我一定用去做。雷神雷王，我天唔降，地唔降，天降刘面仙阿仙术，新一切，因得大鸟长枪长将妹子，哭得阿仙术马错送，嫌因莫做土匪，做土匪，迄唔是本钱的太神力。太神力若阁创出阿仙师，因两界暴死，呸！南三公，因木招把较金，让看就太好人么？哦，挑前有一介老伙子，真好。喂，老伙子，有钱较紧摕出来，南摕钱出来，现报喜。现念摕钱出来，马喜。雷神雷勇
量身体，按算图马是理解老伙计，不唔知理解，切老烟响更富厉害，类型内容让咩说徛到涂较气脉，拍铁红老烟响速度，搁上万几路，哦。类型内容用身体，无我唔做保养咯。喂，我是刘府的代表王长安，又执前来，托了万刘小姐刘成义啊，2万两银票就找来么？就得了。你呢？对我呢很真重要。前提来银万现，干好他的胜利，我希望也是后拜，哈哈哈哈哈！这个海切。成绩向很先展开，我日世学个片，现甲天赋先展开，现一个生意，我哋小姐较紧展，老姐真把心，好较紧展类啊！哈哈哈哈！成安现做好人做好啊，做好人真系较简单。该本钱啊，1500点，唔错啦。大仙讲好，爱占3省，现人摕1万两，俺用只摕1500尔，你肯输钱，现也敢摕起？有个秀才呀，阿先生干厉害，现唔较做工，可以超把都做。不过若免爱调兵超把，现翻日法度救出人，假是真歹讲哦。今日若免爱，现爱聪明路，北开刘面线，日本摩天车万险都做开。好啦。2000，爱唔爱随财现，当然我爱。现人是上头个谈较多的钱么？不该之数，设法此时爱聪明咯，刘进文、爱求、刘成义、爱义、刘牛顺3人，刘家财产，爱讲爱分养刘牛翠做正德。杜师傅2日添做做下代本，你解嘛？我每日组织也学艰苦参详讲不准啊！现因参详后，
2日后，我要图我本养离开了府，都是母随才显阴阳之作，我先离开了。我做切心肝都无汤好啊！你该心肝实在一败。阿先师现前来啊！老者，我去海口电针灸，模样出海切，你啊！阿先师强显颜亮，老者形容之下，阿先师是阿干啊！你看事情实在真对不起阿先师啊！人命关天，而且只天性，老者的反应，幸运之双亲，留不忍欺柔见怪之理。感谢阿先师宽宏大量啊！阿姐啊，平安真有七福。后生，你该去阿先师，迄个是骨出真独立，原来爱人感谢阿先师啊！哈，刘夫人真坚守，都每晚学装钱，将伊发图救了小姐前来，平安真有七福。形容之模样出成案呢，归另外一些恶骗，临死骨气不见来呀。阿先师，老夫就是该强求强显接受啊。老者不是卡头，是讲毛巾啊，强显接受面团增教练。聪明咯，现就去了米，就沿古人因卡脱落台湾侵我做生理，我先开打点一下，现见了丈夫，我决定对阿先师接面团增教练，都是母个该不该文理新娘，现七个鬼抢剑开，老者千万莫爱人，抢收费丧命。阿先师无光人品确实真好，毋属干世语。文罗千辈写言名满天下，而且无光将爱真多，刘夫人哪敢沾捌？你啊，陈安文罗师傅即使不到位台湾，应该你今日去不到位啊！好，安人啊！面团吃得阿先师甲文罗师傅做谱训练，阿先师不怎啊接受么？不怎啊对文罗前辈无信份可惜，踩下口气不得啦。家持安决天啦，一切麻烦阿先师咯，踩下必天，全力以赴。踩下刘面线，今日起做面团教练啊！希望证人有认真练习。讲错阿先师几厉害，我也唔是养出几个功夫。我想阿先师一天真后判价个人，该讲功夫几厉害，我冇信。喂，讲是较生意一点啊！生意不改。托做面团装教练的人，敢若科技早济，安也无用，莫安很相同样子呀。当然有比过一创，降低市场啊！凭迄一款个性，毋是爱自认出嘛？
爱阿信一家人去养hen，夸口，莫讲我欺负hen，hen空手，爱嘛空手，大家都饲硬蒙啊！可恶！刘面生的下人阿信决定阿炮，阿炮功夫亲点，两界比试者。都问阿信电厉害功夫咯？哈！我手脱开啊啦，手卡袂起来咯。无要紧，现毋是把心，手我硬蒙。好啊，现手搁徛硬蒙，我的手好开啊！阿先生功夫厉害，艺术高明，我甘拜下风。地厉害七好，表弟啊！哦，表兄，要该事情遐，罗家抢先过开哈。阿信啊钱，罗姐嫌我开，我临时就要进来，现先教大家练功夫，我弟。毋知罗姐就要该自私。我有钱面前突算得很，感谢罗姐的好意，我每日收罗姐的面前呢。很满强讲莫收我的面前，很娘一天不加入，我真要受创鼓动。所以我离人出外做生意的师傅，不免得有日记达的鼓动。日记都向我10年前面进来。哦，上梅岛较早名传天下的现役报道，竟然不得台版。阿先生了解日记图的内容吗？日记图迄假8年前出真人名的现役报道，日记图迄现铁所指，凤梨之上，采下新收罗者仁德，本不该接受日分台理，但美错片面，日记现役报道得派人得开，难杀无辜。刘红人求之不降，受之有愧。持久日稳，报道算影响。所以日记报道应该算得阿先生。罗者妙赞了。后日集也是更较好样的故事发生，突地结果抢家手受影，刘文虎不退戏，你刘面先。